听10月22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继续来分享路加福音的第15章，门徒跟随之道，选择欢喜快乐。你感受喜乐吗？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路加福音第15章7节这样说：同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要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的更大。今天一开始的时候，世界牧师要邀请你就先来默想，我是否给予人悔改的机会？我如何看待曾被认为是罪人的人？今天这一段经文好像有3个比喻，3个故事，但其实这是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说给谁听呢？这段经文有很多人很熟悉，特别是讲到某人有2个儿子的这个故事。许多人会用浪子悔改、浪子回头来作为标题。然而这段经文其实述说的对象在15章一开始就已经说了。他到底在说什么呢？有一次，好些税棍和坏人都来听耶稣讲道。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们埋怨说，这个人竟接纳坏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原来这3个比喻是耶稣讲给法利赛人、经学教师们，还有好些税棍和坏人。然后这3个比喻就开始了。第一个比喻讲到有一个人，他有100只羊，他有其中1只迷失了。他这个比喻里面说，他一定把其他99只留在草场，去找那只迷失的，直到找着了为止。而且找着了之后还有后续哦，他就高兴的把这个原来迷失的羊搁在肩膀上，带回家去，就邀请朋友邻居，对他们说，来跟我一起庆祝吧，我那只迷失的羊已经找着了。然后今天RPG 祷告的经文就出现了，说，同样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的喜乐要比为99个无需悔改的义人而有的更大。羊的比喻在讲一个罪人悔改，难道这99只不会因为这个原来的主人离开之后而进入到危险、离群或是走失的情况吗？听起来这个比喻好像有点奇怪。而接下来的比喻继续的又再讲了一次有关失去这个议题。他说，假如有一个女人有10个银币，当时的10个银币可能是一个人1天的工资，对许多人来说可能不多，但对有一些人来说可能很多，很重要。每一天的工资很重要，但他失掉了一个，怎么办呢？他说他一定点起灯来，打扫房子，到处仔细寻找，直到找着为止。以现在来讲，我们不太能够理解为什么要仔细寻找，不是开灯就找得到吗？可是在当时我们都知道，那时候没有电啊，没有这个可以直接打开日光灯啊，是点这个油灯啊，甚至是非常这个亮度很微弱的特别在晚上的时候。他说一旦找着了，他就邀请朋友和邻居，对他们说，来跟我一起庆祝吧，我那遗失的银币已经找着了。然后耶稣再讲了一次，同样我告诉你们，上帝的天使也要为了一个罪人的悔改而高兴。这句话已经讲了2次出现咯。然而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是不是还是觉得充满了疑惑？这个比喻其实是一个过程，一个进程。还记得吗？刚刚耶稣讲话的对象是法利赛人、经学教师，还有税棍跟坏人，他们都来听耶稣讲道。
然而来到了第三个比喻，也就是许多人最熟知的大儿子小儿子的故事的时候，耶稣说到某人有2个儿子，那小儿子对父亲说，爸爸，请你现在就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对华人来说这件事大不敬因为在当时会分产业是爸爸这个要分产业的人过世之后才会做的事情。所以就当他要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就在说，爸爸怎么还没有呢？大家可以懂那意思吗？就没想到这父亲没有生气，但他还把产业真的就分给了2个儿子。过几天呢，这小儿子竟然把所有分得的产业就卖掉了，然后带着钱就离开家就出走了。然后他到遥远的地方，经文没有说是哪里，但我们大概知道他真的很遥远。为什么？因为当他把钱花光，他那地方发生饥荒的时候，他竟然去投靠当地的居民，那个人要他去农场看猪。对以色列人来说，猪是不洁的动物，他们不会养猪的。也就是说，他真的在一个异乡，一个异地，而且在那里他的境况真的是穷困潦倒到一个程度，是他们觉得猪是不洁净的，可是他竟然恨不得要拿猪吃的豆荚来充饥，但是没有人给他任何东西吃。最后他醒悟过来，这个小儿子醒悟过来说，我父亲有许多雇工我的父亲粮食这么的多，我怎么在这里反倒要在这里饿死呢？我最少都要回到我父亲那里，就算当个雇工也好吧。他认为他失去了他的身份，他认为他不配做这位父亲的儿子。然而他愿意回到他父亲的家，即使去当一个雇工。没想到还离家很远的时候，他的父亲就看见了他，望见了他，也就是那个距离其实是远的，但是这里经文却说他很远看到他，就充满了爱怜，奔向前去，紧抱着他，连连亲他。也就是这个父亲，他其实很期待这个孩子回到他身边。而当他回到他身边的时候，这儿子说，爸爸，我得罪天也得罪了你，我再也不配做你的儿子。他真实的认罪，来到父亲的面前悔改。而在这个时候，父亲他的决定是赶快拿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拿戒指给他戴上，拿鞋子给他穿上，把那头小肥牛牵来，宰了我们设宴庆祝吧。因为我这个儿子是失而复得，是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于是大家开始吃起这个欢乐的宴席。可是有一个人好不高兴就是大儿子。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音乐和跳舞的声音，他就叫一个仆人过来说，到底怎么回事啊？仆人就回答他说，你弟弟回来了，你父亲看见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小肥牛宰了。可是这时候大儿子却非常非常的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出来劝他，他却对父亲说，你看这些年来我像奴隶一样为你工作，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给过我什么呢？连一头小山羊让我跟朋友们热闹一番都没有。但是你这个儿子，他把你的财产都花在娼妓身上，现在回来你就为他宰了小肥牛。然后父亲对他说，孩子你常跟我在一起，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可是你这个弟弟是死里复活，失而复得的，我们为他设宴庆祝是应该的。在这3个比喻里面，很吊诡的，去找那只羊的时候，99只不会不见吗？当那10个银币握在手上的时候，有一个银币失掉了，找回来为什么要欢喜快乐？而在今天的第3个比喻当中，我们发现，如果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对谁说的，那这段经文就非常的立体，而且很扎心。
15章第1节、第2节，耶稣听见法利赛人和经学教师埋怨说，这个人竟接纳坏人，并且跟他们一起吃饭。原来耶稣在讲的不是浪子回头而已，原来耶稣在讲的不是天父的爱有多么广大，原来耶稣在讲的是当一个没有得罪上帝的人面对一个得罪上帝的人，当他愿意真实悔改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选择嫉妒、比较、责难，还是我们选择与我们的天父、与我们的耶稣一同为他的悔改欢喜快乐呢？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就如一开始我问的问题，我是否给予人悔改的机会？我如何看待曾被认为是罪人的人？有一些人真的在过去的时间里面曾经做错了事，然而当他悔改之后，之所以没有办法真正的悔改，或者是没有办法连接回正常的生活，其实很重要的是，因为其他人他们看待他的眼光还停留在他还没悔改的时候。求神帮助我们有从他来的眼光，也求神帮助我们有从他来的胸怀。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我们常常用自己的标准，用自己的资格来评论，来看待身边的人事物，甚至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也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取代主你在经文中想要对我们说的。然而今天主你再次透过这段经文对我们的生命说话。主，或许我们就是那个需要悔改的小儿子，但我们可能是那个更需要悔改的大儿子，因为我们或许心里真的觉得有一些人不值得被原谅，甚至我们看见他们的改变，我们没有办法欢喜快乐。但主，谢谢你今天告诉我们，主你以你无尽的爱接纳我们。你说你牺牲的爱拯救我，你用钉痕来诉说你对我们的生命不放手，在你眼中看见真实的我，甚至主你塑造全新的我，你是我们的生命全所有。那主你能接纳，为何我们不能呢？谢谢你以你无尽的爱提醒着我们，我们向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很高兴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我们明天见。